即摆伫咧公共场所，强要每一个人拢挂喙罨。目前市面上的喙罨是真侪款，啥物款的场合爱挂啥物款的喙罨，讲有分哦。若是挂唔对，原来是无采工。另外要提醒乡亲，这个喙罨挂一工就要单调换新，若是重复一直使用，会累积病菌，气到唔好。 武汉肺炎让全球胆战心惊，口罩甚至还供不应求。这几种口罩，什么场合要戴什么样的款式，也是个大难题。什么差别？您知道吗？不认识。喙罨有800款，民众是无啥差，喙罨嘛袂使凊彩挂，伊的顶级有真侪款。外科口罩它的防护效果就已经足够防护说平常我们在那个人跟人之间相处的时候所产生的飞沫传染，那个是医护人员专门使用的，因为医护人员会直接面对病人，他有的时候会被病人的分泌物直接泼洒到。 一般有卫数1期2号的医疗外科喙罨，因为伊的密合度、细菌过滤等等标准拢有规范。 开放也是封闭式，真侪人空间拢有够用啊！要么市面上伫卖即款重复使用的棉的喙罨，敢会使过滤较大粒的土粉啊，也是会烧尔，并无抗菌的作用。若高风险的族群，都要挂合格喙罨才有保障。有任何的感染，不管它是流感啊，或者是其他的感冒病毒，其实我们都是建议要戴口罩。 外界更加伫传讲用过喙罨之后，外缘用酒精消毒，也是用烧水漂白水洗过，就会使重复使用。医生是提醒讲，合格喙罨上好用一工就要换掉，重复使用会造成病菌的累积，保护的效果嘛会拍减。